嘉義有一間趴園的國小傳出着爆炸聲，原來是有2個男大學生佇現場引爆着因家己所做的炸藥，因為2個人的講法反起反倒，已經互收押禁見。員警甲消防人員入來到一間學校內底，發現塗骹攏是鐵枝仔甲紅毛塗，疑似閣有炸藥的分子。塗骹甲壁刀看起來也攏去互火燒過，正做斷離倒壁。另外一邊的窗仔門甲門框也攏因為爆炸破去，落個噴甲規塗骹。現場袂輸是戰爭過，因為有人佇遮放炸藥。民眾翕到爆炸發生後無偌久，教室內底導火為面，村民經過來看，一邊對2個人，疑似就是嫌犯。代志都發生佇初三朝下8點外，嘉義縣竹崎鄉光華村趴園的培陽國小內底。聽村民來講，有2位男大學生秘佇咧教室內底接起家己所做的火藥，放一個若嚇驚到附近的居民，現場也導火，燒甲無一塊好。在20小時內，逮獲余姓、周姓2嫌，並起獲製造爆裂物等相關證物，全案依公共危險、槍炮彈藥等罪嫌，移請嘉義地方檢察署申辦。維州警察也抓到嫌犯，發現這2個男大學生將後2擺佇學校內底放炸藥，是講因放抓了後，口徑對袂起來，方認為有串口徑甲再犯的記錄，所以嘉義地檢署複審了後，向法院申請羈押核准，禁止因見面甲通信。雖然學校已經趴園，嚴格公然違法，影響到村民居住安定，2個人就要為家己的行為付出代價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